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月17日公视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头摆执行死刑，32岁死刑犯黄仁凯，2013年杀害死亡的前女朋友加前女朋友的妈妈。昨暗时法务部签准执行死刑，伫咧暗时10:02分，伫咧台北看守所枪决。法务部是强调死刑拢经过严格审核，拢合宪依法来行政。台北监狱刑场暗内电火要是光影影，因为过4年了后，搁一届执行枪决。法警甲管理员去现场维安戒备。16日暗时10:02分，死刑犯黄仁凯总算复发。这一天，被害者的家属已经等要12年。恶人有恶报啦，歹人有歹报，所以司法互阮一个公道，真正爱枪杀的，拖12年，拖到即阵，那真正到人互杀死。你无报仇啊，人会甲你取笑啊，12年各位困的哦。黄仁凯是伫红色安全帽一个，今年32岁。2013年伫新北市三重埔，甲因前查某朋友的老母杀死了后，再搁甲女朋友性侵杀害，妨以性侵杀人甲杀人罪判死刑，终身褫夺公权。最高法院2017年驳回上诉，判黄仁凯死刑确定。法务部16日枪决，嘛开记者会说明，强调死刑符合宪法，法务部依法行政。本案刑事程序之进行，符合宪法判决所揭示的，确定之终局判决，经辩护人到庭辩护，经过言辞辩论，合议庭法庭法官一致决，以及其他宪法最严密之正当法律程序保障。去年黄仁凯透过限缩死刑下用的宪判，趁这个机会申请释宪，互受害者因老爸无法度接受。即马法务部长批准执行死刑的时间，就伫因查某囝做生日期的前一天，互伊是真感慨。咱拄好，我明仔载是阮双胞胎1月17号会生日啊，有时间去甲阮某甲阮查囝甲拜甲讲，黄仁凯互枪杀啦。这嘛是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执行的头一个死刑。黄仁凯今年32岁，是目前上届少年的死刑犯，嘛是死刑实现了后互枪决的头一个人。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死刑犯黄仁凯昨暗时10:02分枪决执行死刑进前，后面对外事务部发表声明，呼吁台湾暂停执行死刑，而且废除死刑。因为废死团体也呼吁暂停。民众党立委积极执行这项死刑案件，敢是赖政府为了抢救家己的民调？民进党立委讲并无这件代志，因为国民党立委是肯定法务部长陈明谦签执行令。宪法法庭去年9月判决死刑符合宪法，不过敢若下用上界严重犯罪类型，所以去互外界看作是废除死刑。宪法法庭强调讲，伫判死刑进前，毋但爱确认犯罪情形上界严重，也搁要经过真严密的程序，等于是大幅度限缩死刑下用的范围。法务部长陈明谦就任了后，头一届签准执行死刑的执行命令。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对陈明谦签署执行令是表达肯定。郑明谦签署了死刑的执行令，那么我要感谢他这个还给司法正义跟受害者公道，那也肯定他签署这个死刑的执行令。针对黄仁凯这案执行死刑，立法委员陈冠廷表示支持，认为国家依法执行死刑是依护司法公正跟社会安全必要的手段。死刑是对家属、对亲属的最基本的一个交代。未来只要在合法合宪的前提之下，只要定营验，只要合宪合法，就必须要尽速执行死刑。不过，民众党立委张启凯表示，执行死刑到底敢有符合宪法法定宣告的程序，或者是干那为着抢救家己愈来愈歹的民调，赖政府应该爱搁较明确对外出来说明。
今天晚上赖清德政府执行死刑第一枪，到底有没有符合这些要件？甚至有没有可能让有些人在质疑的，会不会只是为了抢救自己的第一名的这个民调？政府应该要更明确的对外做一个说明。有人质疑这项死刑是有政治的动机，或者是要转移焦点。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强调讲，民进党并无任何的焦点需要转移。死刑的执行就是依法行政。我想，我们尊重相关司法单位的决定。现在的政治焦点在于蓝白乱政面临了大罢免的风潮，有政治危机的是蓝白两党。废死联盟在欠决进前发声明，批评政府违法执行，这甲乌白杀人同款，为政治的利益来杀人，心肝是真刑狱。呼吁赖清德总统请下留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头天气是多云到好天，只有东半部地区有机会出现蓝山的雨水。这款天气会维持到后礼拜二，咱来看温度。受大陆冷气团影响，气象署针对全台18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气象署平地观测站前100名拢伫10度，也是10度以下的温度。新北市、宜兰县是甘仔色的灯号，低温的时间是较长。另外，其他16个县市拢是黄色的灯号，也经有10度以下的温度，提醒大家要做好保温的工作。因若各地早时气温回升，北部、宜兰、花莲、甲澎湖，今麦地区高温是16到18度。中南部甲台东有机会出现日头，高温是20度到23度。因若马祖规工拢伫8度到12度之间。北半球冷叽叽，不过即摆南半球煞拄着大热。阿根廷受到热浪的影响，首都的温度一直加悬。专家警告，即款异常的高温会互小气无通消透，较袂着超过40度。估计到拜六进前，拢是即款天气，有一寡农作物也会受到影响。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即礼拜日头真美，街路真翕。行无几步路，汗就擦擦地，车开到一半就故障。有水的所在，客满想要洗凉的民众。水公园内底大细汉囡仔围伫喷水泉边，雨水淋甲规身躯。首都附近，互人列做水污染区域的拉普拉塔湖出现民众无顾禁令落水耍的情形。规工拢伫望水的洗车业者，夜晡晚天气热甲，毋管洗过较侪车，身躯嘛无法度降温。Ni por más que lave auto, se te va el calor. Es impresionante. 气象预报人员表示，这礼拜的小风和阿根廷那亲像伫航火炉，高温卡袂到都是摄氏39到40度。Esta semana en Argentina estamos viviendo una situación de temperaturas extremas y debido a la persistencia de estas temperaturas extremas, también es posible que se declare una ola de calor, sobre todo en lo que es el centro y el norte de nuestro país. 气象人员嘛警告，持续无正常的高温，国家高气压，和阿根廷的天气出现热强效应，也就是和压制落来的小空气会释放更较侪热能，小空气就会停伫烟挂内，无法度消透，温度就会持续升悬超过摄氏40度，有一寡所在甚至会升悬到43度。目前就要听候到拜六才有可能落雨，不过气象预告是显示落雨量无济，而且降雨区无伫农作区。阿根廷是大豆、番麦也有小麦主要的出口国，持续的小风会影响农作的产量，互看天食饭的农民嘛真烦恼。啊，若伫北半球，美国的纽约州是冰天雪地，十拉西部地区因为乌白效应持续带来更较侪雪量，即使预测会达到8公分悬。乌白效应是指冷空气伫无结冰的湖水去拄着较温暖的水汽，伫正风的湖边会形成落雪情形。伊利湖甲安大略湖附近区域，连日即几天落雪已经累积达到61公分，最低温是摄氏零下7度。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咱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期显示，自由时报国内少年型大肠癌发生比率提悬，比英美、日韩这些国家拢较悬。为今年开始，公费体检对象扩大到45到74岁的民众，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人，拢会当接受每2年1摆粪便检血的检查。接下来是联合报，华航董事长谢济欠昨透早，因为心肌塌伫咧厝内过往，直到73岁。
华航长召开临时董事会，发布动信强调，各业务拢由专业经理人来负责，对公司的营运是并无影响。交通部讲，华航董事长会由总经理高升凤来代理。落尾是中国时报，为了减少捷酒赛车，全国各县市陆续伫咧网络公布这摆捷酒截毒赛车的罪犯。台北市交通事件在国所长，甲3个毒酒驾3摆以上，获职伫咧台北市的罪犯，相片放大7倍，因做 A4 大细的防水海报，搭伫全市1037个邻里，各有90间派出所。立法院1月2日就要收回，不过114年的总预算案也无一个结果。知影伫赢是太真济预算，甲数位部又委会甲 NCC 的业务费抬甲剩1块。行政院长杜英泰亲身出来说明，强调若安尼台总预算会互咱的国力变弱。另外，台电2000亿个预算恐惊会拢互太了，债务会受到真大的影响。针对中央政府总预算，在野党团提出的目前的通三案，我们归纳将造成国家5大弱化。审查预算绝对不是宣泄情绪。杜院长在他带部会首长有亲情回线，讲若是总预算互人删减真济，会互国家竞争力、国防科技、公务人员工作绩效、政府甲人民沟通能力变差。主要是因为114年度中政府总预算也卡伫立法院，不过在野党立法院党团最近表态，会大幅度减列各部会文宣甲业务费用。那为个点名，所谓发展部、NCC 立委会各项业务费拢会删减到剩1块。两岸交流可能被迫全面停摆，将造成台商投资风险大大提升，连急难救治都难以伸出援手。被删减的有一项就是整个文宣被删减掉，变成0。也就是说，什么都不能再做广宣。行政院编列拨台电2000亿预算，在野党放掉全部删除。经济部长郭志辉坦白讲，台电的债务会受冲击。不过电价是不是调整，是由电价审议委员会决定的。另外，针对那样提案，要甲文化部补助公司23亿预算全部删除，嘛互调业有个论战。预算审查预算是我们的天职啦，可能是删到他们的补助款，所以他们因此而决定要加入罢免的行列，表示他们最在乎的其实也是他们的补助款，不会让我们因此而缩手。因为其实我们看到也是很傻眼哦，就是公共电视23亿的所有的预算是全部被删除，将来这些好剧也有可能在这个大笔一挥。因为总预算案目前有3000多案需要表决，国民党立委王芳美虽然表态会整合并案处理，提高效率，不过立法院2021日休会，敢有法度完成总预算案3读，引起关心。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当咧审总预算，有国民党的立委提案，要提减行政院性别平等业务的预算，拢总1600多万，算算的这寡预算落尾敢若剩3000块。有性别团体发起声明，认为这造成业务无法度执行，呼吁调野政党唔通通过这个版本。这张预算提案表要减列行政院性别平等业务预算1627万，整体预算剩3000块。这是国民党立委徐欣莹的提案，伊认为社会一直传出性骚扰、性侵案件，行政院煞无作为，所以提案太预算。针对这个提案，有性别团体发出联合声明，呼吁立法委员以合理、专业来审预算，唔通3读通过这个提案。今年都要进行的，比如说性别平等的相关的民调，然后或者是一些性平业务的研考。那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进行的话，其实也无从去调查起，就是委员在提案项目里面想要提到的，就是到底现在的台湾的性平的推展碰到什么样的困境。性别团体认为，这个提案理由太过老草，认为若要提减预算，要把具体的理由写好清楚，也当选择用冻结的方式来处理，不一定要像安尼提到剩3000块。对此提案的立委徐欣莹强调，这个提案未是上尾通过的版本，是希望行政院会当来好好说明业务改善的做法。预算提出来之后，相关单位一定会来说明，而且沟通。那我们会看情况是不是做调整。行政院对一个人体来说，整个国家机器它是属于脑的部分，你要好好的来做这个指挥监督跟整个的这个运作。
徐欣言讲，即摆提案太减预算，是希望行政院认真面对问题，爱详细说明要安怎好好扮演指挥其他部会性别业务的角色。每处经过说明，立委也会调整预算的提案，讨论出上适当的预算案。记者林卓凯台北报道。美国准总统 Trump 1月20日就要就职，总统赖清德派立法院长韩国瑜带团参加。也那昨赖总统也记访问团也交代有关民主甲台美合作的3项任务。针对目前立法院的冲突，赖总统强调，即马上重要的是要团结，希望韩国瑜会当用智慧来化解。应该送我一顶假发的，很冷。看到赖总统送的保温罐甲有小包。立法院长韩国瑜一个开喙，大概是笑假。下党派庆贺团会伫18出发去美国，参加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就职典礼。即马国会纷纷扰扰，外界讲即个见面是朝野任何界嘉宾。赖总统嘛特别强调讲，部分党派对外应该团结。在福尔摩沙，没有什么仇恨放不下，也没有什么不快过不去。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团结，因此我非常期待台湾能够团结，团结真有力。赖总统嘛交代庆贺团3项任务，传达台湾人民的祝福，也有对民主坚定的承诺，嘛希望会当建立台美关系新的路站比。不过韩国瑜伫致辞的时阵，并无讲到朝野，是讲台湾的安全。这一次可以说立法院4龙4凤。精英全出，就是传达一个心声。我们整个台湾的安全就像一张桌子的4只脚，第一只脚保护中华民国，第二只脚保护自由民主，第3只脚维护美台关系，第4只脚维护两岸和平。整个气氛其实都非常的好，我们也认为赖总统有机会应该多跟在野党，无论是喝咖啡也好，用不同的形式，大家多沟通。那个气氛是温暖而愉快，在国会有共识的部分能够通过啊，那有歧义的部分怎么化解？大家交换了一些意见。来参加的内地立委讲，闭门会谈气氛袂歹。那也立委当面甲赖总统表达，希望朝野会当增加互动，而且好好来沟通。公司新闻台北报道。美国对咱的军事进度有去延伸到，包括战机、战车、飞弹等等。准国安顾问瓦尼兹表示，会斟酌追踪进度，赶紧交予台湾超过200亿美金的装备。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咱甲美国买66只 F-16B， 头一只已经装好势，希望3月会当完成测试。台海无边境国防部昨日发布，查到共机10台，其中6台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咱北部甲西南空域，各加6只强舰绕台，国军备表甲强军拍消磨舰，加速机舰的损坏，真需要新式的武器装备。不过看美国积压的军国项目，包括 F-16V、M1A 两体战车、反地汽车飞弹、AGM-1544精准弹药，美国准国安顾问瓦兹嘛讲，应该赶紧交付予台湾。We have over a $20 billion backlog of things that they paid for, and that we need to work hard to free up and have them get what they paid for as a deterrent measure. 有看到哇，他讲说他希望能够加速尽快的交付，我们乐见看到这样的一个讯息。进一步看，国军买66台 F-16V， 预定2026年全部交付。头一台本来是去年出厂，却无消息。郭立雄昨日证实，头一台组装完成，希望3月完成测试。毋过搭配的56粒 AGM-1544飞弹，交付时间为2025年延到2026年。若是 M1A 两体战车嘛是2026年底前交付。副甲载头一批38台，去年底到台湾。反地汽车飞弹拢总400粒，预定2026年底到128粒，剩272粒会伫2028年底前交运完。面对两岸情势这么紧张，专家认为应该要优先强化空防。斯洛伐克和巴林已经交机了那我们台湾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居然还要排到第3位。中共他每天都来绕台，对不对？那我们的飞机都要升空去伴飞这对我们基建的磨耗非常严重。
尖水南各州预算，国民党团决定保留2亿，冻结18亿。国立雄讲，无希望尖水南预算删减。啊，毋过海军号传出靠港测试中断，外界烦恼敢有法度赶上明年4月的海测。还是希望这个整个 HAT 的一个测试项目还是能够如职的进行。国立雄讲，会伫安全稳健的情况下，确保港测拢到位，才会进入海测。目前各项测试拢按计划伫进行。记者综合报道。以下冲突到今已经15个月，总算是由卡达、埃及甲美国做共亲，决定3阶段的停火行动。第一阶段为1月19开始，有42天，而当中会看停火的状况来决定第2阶段甲第3阶段的谈判。哈马斯也同意伫咧第一阶段释放33个人质，也拿以色列军队也会撤离加沙人口较侪所在。为约旦河西岸到加沙，也有伫世界各地巴勒斯坦人听到达成停火协议的消息，大家是拢走出来外口庆祝。اليوم الحمد لله تتنسم جزء بسيط من تخفيف بعض المعاناة عن أهلنا وعن أحبابنا。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协议的内容，第一阶段为1月19开始生效，哈马斯会伫42天内释放33个人质，以色列嘛会甲差不多1000个巴勒斯坦的政府放出来。到这个时阵，以色列军方嘛会退出加沙人口较侪的所在，而且协助每一天600多台卡车载救援的物资入去加沙，救助当地民众。在第一阶段生效了后的第16天，会是2月初3，迄一天以哈双方要开始第2阶段的谈判，包括第3阶段永久停火协议的内容，剩的要活的人质要安怎甲放出来，也有最后以色列军方安怎完全退出加沙。针对这个无确定性，人质的家属也是感觉即马也毋是庆祝的时阵。It's not a joy. It's a bitter relief, but it's going to be a huge relief. 从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发动恐怖攻击，引起以色列军方大规模的报复。超过15个月的冲突，造成至少46700个人无命。战火也搁拖去到黎巴嫩、苏伊士运河等等的中东地区。这几个国家对停火协议总算有进展，是拢感觉真安慰。以色列时报引用有参与协商阿拉伯官员的讲法指出，协商会有进展的关键是要就任美国总统的川普，伊派中东特使提名人维科夫，在1月11跟纳坦雅胡见面，才会予以色列妥协的结果。It took President Trump's election to finally shake things up between the pressure he was putting on all parties involved. But the big question is, will this deal hold? Will the Israeli government keep its word? And will President Trump make sure they do so? 那哈马斯这方面，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讲法，哈马斯嘛认同协议是这场冲突重要的路站碑。不过，伊嘛警告讲，哈马斯是绝对袂原谅以色列。公司新闻，齐家人朋友。南韩总统尹锡悦昨16单去案定性第2摆辩论无出席。律师表示，尹锡悦无要调查，无要接受调查的立场是并无改变，也主张尹锡悦宣布戒严是因为国会选举弊端，计算票的时阵疑似受北韩甲中国骇客乌白武。宪法法院16进行总统尹锡悦弹劾案第2届庭审辩论。尹锡悦的律师伫法庭主张顶个月宣布戒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国会议员的选举有问题。伊讲总统接到真侪相关的检举，嘛对国会议员选举的公正性真怀疑。律师团认为是北韩甲中国的骇客攻击修改选举的结果，会提出相关的证据。宪法法院已经接受尹锡悦这边的申请，要求中选会提供有中国籍背景工作人员的名单，进一步来调查。 선거제도가 문제가 있다고 하면 의결제가 문제가 있다고 하면 국민의 주권 행사가 제대로 되지 않지 않겠습니까? 그래서 그 부분에 대한 시스템 점검 차원에서 계엄의 중요 이유 중에 하나고 그 부분은 답변서의 중요한 부분으로 답변을 했습니다. 그와 관련해서 증거 신청을 지금 저희들이 증거 신청을 많이 했습니다. 尹锡悦的律师团阁讲，在野党损害国家的利益，一直针对高坎的公职人员发起弹劾。 主动因修改宪法内底有关间谍罪内容，这嘛是戒严的原因之一。 윤석열의 파면이 곧 애국입니다. 신속한 재판을 통해 사법 정의를 보여줄 수 있도록 최선을 다하겠습니다.
另外，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迄天驳回尹锡悦这边针对公调处执行拘留令合法性的主张，尹锡悦会继续去互拘留。根据韩联社的报道，按算公调处会提请法院签发尹锡悦的逮捕令。综合日韩媒体的报道，如果公调处会在48点钟的期限内申请延长拘留令，来延长拘留的时间，上久是20天。尹锡悦16日迄天并无出庭，伊的律师讲，尹锡悦人无爽快。也若前一天15嘛已经充分表示立场。宪法法院表示，依法就算当事者无出庭，嘛会进行审理的程序。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今仔日国际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斯洛伐克东北部一间中学发生攻击事件，一个学生摕刀甲至少2个人杀死，还有1个人重伤。受害者是包括女教师甲同学。英国甲乌克兰今仔日在咧基辅签100年伙伴关系协议，内容包括深化合作长距离打击的能力，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强化安全。英国也宣布增加援助炮管甲150座机动型的新防空系统。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5针对准国务卿 Rubio 的任命案召开听证会，现场侪议员关心中国甲台湾的议题。Rubio 讲支持，互中国知影侵犯台湾的代价比利益更较悬，达到阻挡北京的效果，也全力推动台湾参加国际论坛。回答执行长黄振勋让半年过来台湾，昨下晡去台中的潭子参加食品工厂的开幕式。黄振勋表示，食品是 AI 产业当中真重要的合作伙伴。也若讲到台湾回答的总部要起伫倒位，黄振勋讲还未决定。青椒白披萨回答执行长黄振勋过半冬，昨日佫一摆来台湾，第一站选伫台中，参加食品伫台中潭子新工厂的落成。热情的掌声！细品精密台科厂正式启用。食品董事长蔡基文讲台，会当看出这2个科技产业的龙头互动是有够密切。食品是日月光刀控机械的方式大厂。黄振勋讲，为着要伫 AI 产业加速布局，即摆嘛会含相关产业要合作的好朋友来会面。黄振勋讲，若无优秀的团队和供应商，回答嘛无可能成长。伊嘛向食品的团队表达感谢。And NVIDIA, CW, and myself, we ha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for 27 years. Over the years, we have grown into very large companies together. Our business with Spill will be almost 10 times as big as it was 10 years ago. 我们是后端跟测试的服务，前面是那个微波方式，我们是做后端。那现在整个那个环境改变，所以那个要的其实是越来越复杂。黄振勋的专机伫进前一到台中机场，就受到群众的欢迎。黄振勋讲，这绝是第一摆来台中，感觉真欢喜。另外，佮伊问到台湾总部的选址，黄振勋讲，目前已经有真侪真好的提案。NVIDIA's grown a lot in Taiwan, and we need a much bigger site. And so if you know of nice property, let me know. I would like to build a very beautiful headquarters here. 对各县市拢积极向黄振勋来握手，希望伊会当来。伊讲当积极在做选址，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去年第4季创纪录大赚钱，昨下晡举办发说会，公布第4季的财报，总收入有8684亿。另外，每一个月赚新台票14块以上。估计2025年 AI 产业若搁再提升，台积电可能会搁加10%。总裁有跟黄仁勋执行长约吃饭吗？回答执行长黄振勋来台湾参访，台积电嘛伫董事长魏德嘉的带领之下，发布去年第4季的财报。合并营收有达8684亿6千万，一个月获利是大票14.45块，创下新高。甲去年同期来比，营收增加38.8%。不过外界更较关注晶圆代工2.0的概念，甲封装、测试、光大制作产业包括在内，敢会烦恼有规划旁的问题，伫业界触发反两端的监控。魏德嘉强调讲，市占率也无算悬。因若2025年台积电按算伫咧 AI 强势成长之下，晶圆代工2.0会当达到10%的成长。
2025年资本预估支出嘛要挑战新纪录，平均达到400亿美金。另外，伫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厂嘛要采用 A16等更较先进的技术，不过上先进制程会留伫台湾。We want to ramp up the same kind of technology in U.S., but that practically i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So Taiwan will always be first. 针对美国新政府就要上任，外资嘛关注新关税政策对台积电的影响。Let me assure you that we have a very frank and ope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urrent government and with the future one also. 面对市场的风声，台积电将被方针 CoWAS 启用取消订单。董事长魏大家强调讲，这是人黑白喊的，会打拼持续扩大生产，满足人客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商会昨公布2025年商业景气调查，有8成会员对台湾未来一年的经济发展有信心。另外，中经院估计2025年台湾经济成长率是3.22%。美国总统川普伫美东时间1月20日就要宣布就职，各界认为伊是2025年世界经济发展上大的变数。台湾美国商会发布今年商业景气的调查，结果212个受访的会员内底，认为台湾的战略位置、经济环境、甲竞争的优势等等的因素，有80%受访的会员对未来一年台湾的经济有信心。This 80% figure is especially remarkable when it's compared with our survey findings just 6 years ago. At that time, less than 50% of our members were optimistic about Taiwan's future economic growth. This year, the outlook for the next 3 years was also strong. 不过有78%受访的会员也是真关心绿能供应的问题，有82%对台湾未来能源的供应感觉真烦恼，也有52%的会员呼吁政府在未来一年第一要紧的任务就是确保能源充足，显示潜在问题也是存在。现在对台湾的关心最大就是一个半导体，可能台湾呢就被迫要到先进制程，要到美国去投资更多哈，这时候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半导体？如果是它是用通用性的一次性的加增的话，那当然对台湾的冲击会比较大一点。中经院专家分析，2025年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也是袂歹，带动台湾经济成长率有达3.22%。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就任了后，有关关税、遣返非法移民、降税等等的政策，也是充满无确定性。世界各地对美国通膨的走势看法是真无共款，敢若会当保持观察的态度。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中警方接到检举，讲有人咧放送广告，假做咧卖冰的，不过寄来煞是毒品。警方抓到3个嫌犯，现场找到超过100包的毒品，甲现金140万。专案按照违反毒品法危害防制条例移送侦办。警方夜冲冲入这间透天厝，内底嫌犯看到警方讲入来，哪像阁想要打电话通知共党的。不要手机，不要手机，不要手机！警方甲嫌犯压制，超出大量的现金，也阁有真济已经装好势的独家背包。新辛苦吧？还没搜身，又搜身上来。台中刑大接到民众通报，伫咧网络顶看到有人要卖出名品牌的冰淇淋广告，佮强调讲有买5送1的优惠。不过电话了后，送来才发现不是冰淇淋，是毒品加背包。贩毒集团透过网络社群软体兜售毒品，毒贩为了躲避警方的查缉，竟然以知名甜点、冰淇淋品牌作为一个幌子，使用迷你杯、欢乐桶等等的暗语去推波销售毒品。警方对查发现，这个卖毒的集团利用出名冰淇淋的品牌做口罩，伫咧网络顶透过通讯软体卖毒。顺线追查了后，锁定嫌犯的徛家，分做2波行动攻入去，超出140万的现金，也有111包的独家背包。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非法制造、贩卖毒品者，最重可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警方抓到姓林、姓张、姓何3嫌犯，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上班。检方认定犯罪重大，甲法院申请羁押。目前3个人拢已经收押。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警政署估计，经警政署统计，去年第4季发生1600多件500万以上的诈欺案件，是诈欺总数的3.1%，其中以假投资是上严重。咱来看新北市南口就抓到一桩假投资的诈骗，受害者因为相信网络顶的投资广告，结果互人骗360万。
哦，我下车。警方拍开汽车车门，要求诈骗集团的车手落车投降。伫车路对峙大声喊的人，警方伫车路甲诈骗集团的顶人压制伫涂骹逮捕。代志的起因是去年11月，有一个查某囡仔伫面册看到股市投资广告，刷叫诈骗集团以高报酬投资怪气，先后2届汇钱2届面交，互人骗走360万。警方找源头追查，掠到诈团出钱的金主，解决乌金的金流。勿轻易相信网络投资广告，点击不明连结或简讯。若投资平台出金小额汇款，以假象换取被害人继续投资，请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洗钱户。警政署统计，去年第4季拢总发生1677件500万以上高财损诈欺案，占诈欺总发生数3.1%。不过损失金额拢总达到211亿外，占总财损金额的56.9%。前3名是假投资、假交友投资、假减境诈欺。若是假投资的部分，为职业来看，受害者有3成是退休换家庭的，也甲无工作的人。我们会积极去找寻潜在的被害人，从金流里面查找，可能有部分他可能刚开始被骗，那我们会很积极的联络他，说提醒他可能被骗。警政署嘛提醒，假交友投资的被害人，往往按2个月以上，甚至200外天的时间，才会知影去人骗去。会加强找出潜在被害人，达到事先阻止，也是防止财损扩大，协助民众顾好金钱。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大家拢咧食买鸡，袂少人抽到手机也是家庭用品，会摕去线顶去买。不过也有网友反映讲，有拄到买鸡奖品的诈骗案件。业者提醒民众，若要买人抽买鸡抽到的家庭用品，要先注意敢是捌互人拍开过。治安专家也讲，若要有保障，要是去一般的平台买，较无风险。点开面册，伫买个春手奖品的社团内面，加侪智慧型的手机电子炉，也是百货礼券，拢变做民众摕去卖的商品。这拢是买个抽到的奖品，但是用袂到，还是无实用，就互摕去卖收到那个礼券的话，因为我们有时候时间上还有那个距离比较远，我们就想说，可能就转卖，可能会打个折吧，不会原价卖。收到住宿券之类的，没时间住就会转卖，不要卖太贵就好。先参考别家卖场，跟它差不多这样。对着买个奖品的民众表示讲，为着较紧甲买个奖品卖掉，常常拢会拍折来卖，安尼真紧就会当卖掉。但是有专家提醒讲，若你伫网络买到这买个家电产品，有几个要点是一定要注意。第一，先看商品的外箱是否完整。收到商品的外箱时，要记得把它打开，检查内部的商品是否为正常，再检查商品保证书。逐摆到这铺，真侪人甲买个奖品提出来卖的时阵，民众嘛真欢喜，会当买到较俗的介绍。不过，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民众上想要爱的买个奖品，第一名是现金、智慧型手机汽车、百货礼券和奥多拜嘛拢伫内面。上无想要爱的是调味酱料礼盒，公司家己的产品也是服务、健身体验馆、David礼盒和美容体验馆。你真的要买卖这个，事实上可能比较好的方式是要到这个一些购物的平台。那你在买卖的时候，最好是确定一下你买的这个卖家本身是不是有通过验证。治安专家提醒讲，若民众想要买个奖品，上好是卖伫面册，还是 IG 在社群平台，来避免假小号的交易，尽量选有验证的卖假的平台，才会当提升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线顶出现一篇广告，讲要卖茶，不过这块茶煞伫咧台南碧河水库的中央，引起大家讨论。管理处表示，因为当初是去碧河水库的时，敢若顶收水面下底的区域，水面上的高达又是私人用地。徛伫咧碧河水库的大坝，远远看过去，一粒水中央的小岛，草木发甲真旺，一点仔都无开发过。而且，若要上岛，还阁要坐竹排啊！这粒大约15000平小岛，最近委托中人买卖，引起讨论。因那搁送你，你搁无爱啦？因为那无路袂，无拢爱靠船啊啦！哦，种泽果也袂当开发啦。伊免开遐钱去钓底下，岛主没有错啊，可是我们在那里。也不方便的，就单纯的是要把它做一个尾售，好，因为它目前它是没有用到这一块好的一个风景，这么特殊的一个太阳的一个委托案件哦，让给有缘人。
中人表示，这确实是较罕见的案件，不过民众嘛真好奇，水库内底哪有私人的小岛？针对这件代志，嘉南管理处白河水库分处解说讲，迄当阵咧去白河水库的时，敢若征收水面下的部分，也那水面上的小岛有关是属于私人的土地。当初可能那时候政府比较缺钱，就征收109水位以下的土地有征收，上面就没有征收了。限制是因为它是分区级森林用地嘛，是它不可以有任何开发行为。这边是一个孤岛啊，一个孤岛这边你要过去，你要船划。目前伫咧水库有真侪小岛有关是私人所有，也毋过因为伫咧白河水库的自来水保护区山南区，若要做任何的开发用途，就要依法向主管单位来申请核准，所以若想要来买这粒岛，就要考虑好清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过年要到高雄市卫生局长去稽查年货大街，卫生局表示，因为年底就开始抽查，拢总抽检164件年货的食品，其中有1件重金属超标。因若今年年货的介绍，业者是讲干贝有起到1成，其他普遍是起5%到10%。品名一样哦，品名也都有在上面哦，还有成分的部分。卫生局人员来到中街稽查年货，现场除了同类产品的快筛检查以外，也针对食品标示、肉品原产地等等做查验，拢总查验101间的业者。其实卫生局对去年底开始，都伫传统市场、大卖场等等抽验164件年货食品，有发现1件德升重金属超标。要求限期改善，卫生局讲，现场稽查若违规，亲像标示的部分做不好，上少爱罚3万块。我们今天如果是看到的话，食品如果标示不清楚的话，我们是直接开罚的。罚则跟罚款。我们以食安法的话，我们如果是这样是22条的话，我们至少要罚3万以上的罚款。愈晚年来办年会人就愈多，摊商讲今年无论是蛋粿也是糖仔饼，平均册起5%至10%不等，亲像干贝就起1成。去年1斤若是2000块，今年拢爱2200才买会到。民众讲虽然物件拢起价，不过过年要用要食都是爱买。干贝小可起1成，起较济。若其他坚果类啦，还是讲鱿鱼丝啦，糖仔饼，大概伫迄个5%至10%。去年迄个1斤糖仔100块，今年迄个起10块，110。因为啥物起价啊？应该是原物料啦。起袂要紧啊，咱都嘛需要嘛爱买。逐项即摆逐项拢起嘛，年仔这啊拄着物件起价，民众也会当接受。不过卫生局讲，若是起价介绍伤过限的，会当靠1999的市民专线，也是1950的消费者专线来反映，避免权益受损。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今年的年假拢总有9天，真侪人拢要出国佚佗。桃园机场甲日本13个机场合作，为昨开始连续28天，旅客伫咧日本的通关天数，拢会当先伫台湾这边先办了好势，互通关的过程愈方便愈省时间。农历新年伫要到啊，9天连假，真侪人拢计划出国佚佗。日本搁较是大部分台湾人上爱去的所在。桃园机场甲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合作，办理台日机场入境事先确认作业，节省日本入境通关的时间。实行头一天，旅客拢感觉真满意。因为我是去很多趟日本，觉得那边蛮倒水，他说这样会比较快，我就试试看第一次。我觉得很好啊，如果进去就可以直接入关，应该就蛮快的。反正我们都会提早到的话，如果这个可以分流，我觉得也不错。透过护照的确认、翕面部相片，也有持指模这作业，袂少旅客伫候机室等待登机的时间，就会当先办理入境事先确认，转停较免5分钟。到日本机场了后，只需要搁再确认是本人，完成入境事先确认的认证，安尼就会当快速入去日本。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呢，能够有效的解决日本小型机场的相关的运载量。这个春节限定的日本预先通关措施，即马开始到2月12日，拢总28天，16条航线134个航班，延续去年函馆、旭川、秋田等8个机场以外，今年阁新增加冈山、茨城、宫崎等5个机场，拢总有13个特定机场。品保协会嘛认为，会当有效减少日本小型机场向真侪旅客到位所造成的海关人力负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高雄甲屏东青岛町掠袂了，两个县市拢开课训练民众来斗掠。不过，其实有真侪人看到青岛町，第一反应就是随卡互里长。不过里长煞无一定知影要安怎掠，所以高雄市决定开一个里长专门的掠青岛町的培训班。甲青岛町用手固定咧，才甲绑起来。专家当咧教掠青岛町的撇步。这是去年底高雄开的掠青岛町的训练班，只要受训有领证，就会当合法来掠青岛町。训练班推出了后，受到真大的肯定。今年除了要搁办2梯，拢总要收200个人，嘛要另外办互里长上的掠青岛町的训练班。民众发现绿鬣蜥的时候，常常第一时间会寻求里长的协助，所以我们预计在2月17号来开设里长的专班。高雄的青岛町是猫猫市，估是去年就掠到5800多只。因现在出现伫溪边或者是圳沟边，甲民众生活范围是真近。市府发现讲，民众若伫社区发现青岛町，第一时间拢关系通知里长。若以后眼客人话来讲，之前几个里长拢接到民众通报有看到青岛町，亲像仁昌里的里长，就捌1个月内接到10通电话，嘛互伊决定要来报训练班。其实我们之前抓到，我们也不晓得要去哪边给他放生干嘛，我们没有一个渠道管道去做任何的一个安置他，所以我们给他之前给抓，又给他放回去而已。不过，真做基层的里长，嘛有人希望讲这项工课莫搁加伫因的分数顶，因为平常时在地工课都已经真济啊。里民的服务哈，我们是比如说抓猫抓狗已经很多了，又现在要抓了绿鬣蜥吼，觉得说比较超过我们的范围之内啊。今次要参加是尊重个人的意愿。农业局讲，顶一日已经提供报名表，予各里的里长，按算要招120个人。头一梯会伫2月17开课，目前报名的人数已经超过一半。来登记的人若是有够多，也会继续来开班。记者综合报道。年节就要到啊，各县市嘛开始咧分即敬老的礼金。其中彰化市70岁以上，而且户口伫咧遮满6年的时代，就会当领到6000块的红包。今年计将分出1亿8千多万，是28档以来上济的金额。公所伫咧分礼金的时，佮请警察来斗顾，互家爸为工作人员安心算钱，甲新春的大红包送互时代。一沓一沓的现金，机器点好，换人工算钱。年要到啊，彰化市公所伫16这天发年节敬老金，只要满70岁，而且户口设伫彰化市满6年的时代，就当领到6000块的红包。以前2万多人尔吼，即马已经今年首度突破3万人了在战后的婴儿潮首度突破3万人，但是咱的税收增加了吼，因为咱招商成功，税收增加。市公所表示，这几档透过招商、停车场的设立，佮遗产税加袂少收入，也让台湾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也反映伫敬老金顶悬。彰化市今年计共发出1亿8289万的年节敬老金，是28年来发上侪钱的一摆。排队领到现金的时代，大家拢笑开开。睇下用啦，那个人无用较紧啦，要食要用要孙拢通通可以。彰化市今年有34882位的时代，会当领到6000块的大红包，其中7成5的时代选择汇入口座，2成5的民众选择领现金。剩无半个月，就是旧历过年咯。各县市政府拢开始发年节敬老金，要互时代摕红包、添喜气，好过年。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台湾诗人李奎贤伫咧1月15过身，直到87岁。讲到李奎贤，伊若对台湾本土文学有真大贡献，也是翻译家。伫咧在世时，伊积极甲国际诗坛交流，摕过国内外真侪文学奖，包括国家文艺奖、韩国的亚洲诗人贡献奖等等，会当讲是台湾文学界重要先辈。为黄昏的云彩，看到你的水，台湾，我的家乡，我的爱。诗人李奎贤用母语念出《我的台湾，我的希望》这首诗。伊伫1月15过身，直到87岁，自16岁就开始写诗，也伫1964年加入第一诗社，作品反映台湾社会甲土地。除了创作，伊也翻译过侪外国文学，积极参与国际诗坛，促进台湾和世界的交流。有头前我照后壁的过安尼啦，我是安尼来看，所以我就感谢李奎贤老师，因
进行的是咱台湾的拍拼，甲国际交流，无论是伊出去，还是办国际诗人节。这拢有足大的贡献。台湾文学馆也表示，目前馆内一寡点状手稿、国际诗人批信交流记录，拢是李奎贤老师在生的时阵无私提供。一寡珍贵的物件，拢是台湾文学重要的根。伊个人的诗作创作，当然本身就是贴近土地啊，贴近现实。然后伊特别强调迄种一般人民的生活经验啦，甲伊本身为做工程工程师出身，其实拢有相关关系，就是讲伊的诗作就会较偏向理性、冷静，客观，然后伊的表达就会较简洁。台湾文学馆表示，诗人李奎贤一世人得过侪奖项，包括国家文艺奖、韩国亚洲诗人贡献奖等等。因若是诗人，也是发明家，所以过去也捌摕到美国爱因斯坦国际学术基金会和平当白奖。文化部表示，诗人李奎贤透过文学带台湾走向世界，文化部会请总统命令褒扬。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迎新年求一个好彩头，台南永康国小办新春弄关的活动，互囡仔用台语来过三关。另外，中头团阁特别穿代表团员的红烧腿裤，甲代表好彩头的菜头汤，互囡仔哪算哪了解咱台湾过年的文化，感受迎春的气氛。旧历春节连米到，台南永康国小的囡仔，大家对老师咧留台语过年的吉祥话，准备要绕台语过三关，展现这学期台语课的学习成果。三个关卡的弄关迎新春活动，除了用考证祈福来练捌传统的过年习俗，把教囡仔新正年头的拜年好话。我学到苹果是平平安安，彩头是好彩头。过年时啊有一寡吉祥话，咱会透过这个事物。也是咱普通时啊看会到的物件吼，来学咱囡仔来学咱过年的吉祥话，透过这个学习这个健康食品，而且互囡仔知影讲咱物件食物的力量。永康国小佮特别设计应景的中岛灯，拄刚咧控红烧腿裤，用大火甲煮好烂，佮加寡土豆落去，厨房内底香公公，边佮有一鼎菜头汤咧滚，为学校充满过年的气氛。校长安福den表示，学校特别甲春节传统甲新农教育做结合，要互囡仔透过饮食教育感受过年的了解。红烧蹄膀，伊就是代表富贵团圆，然后这个菜头汤就是代表好彩头，茂谷柑，这就是代表大吉大利的。校方讲，希望透过这种趣味活泼的方式，让囡仔更加了解台语甲咱传统的文化，嘛，互因伫过年时会当参时代用台语交流，传承咱的母语。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通天旗最近查到一件动物走私的案件，成功把一只5岁大的猩猩仔囝救回来，目前是暂时互人安置伫咧动物园，未来会放转去生态地。另外，南美洲的秘鲁也发现有人非法掠龟咧卖，目前官方已经掠到3个嫌犯。龟山区乌色的猫真好奇走来走去，通天旗官方最近查到一个动物走私的案件，成功救援一只5岁大的囡仔大猩猩，号名做蔡金，意思是囡仔。目前已经交予伊斯坦布一间动物园来照顾。Güreşmeyi çok seviyor. Hatta 2 bakıcı olarak bakıyoruz. Biz herhangi birimizi yendiği zaman üzerimize çıkıp şu bildiğiniz hareketi yapıyor. Zaferini kutluyor yani öyle söyleyeyim. 走私集团本底是打算甲蔡金对非洲运去泰国的曼谷，结果伫咧通天旗伊斯坦布转机的时阵，就互官方查到。目前已经适应动物园的环境，健康的状况嘛真好。除了甲伊小燕，阁会抱牛奶罐仔啉牛奶，真正有够古锥的。未来动物园会看状况，甲伊带转去原生的生态地。同款是走私动物，南美洲的秘鲁是救援164只砖头母公向伫大安黄头边暗滚龟。¿No? Y habita naturalmente las cuencas de los diferentes ríos amazónicos, ¿no?
Entonces, estas tortugas son extraídas ilegalmente para ser comercializadas en diferentes departamentos. 头边颔管菇红叫做是忍者菇，红得做叶贵不整，但是因为设立这个外形，颔管阁有特殊的黄斑，嘛是有真侪人甲伊当作宠物在饲，大家会当卖到500-600块的台票。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落尾，咱最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天气的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2度到17度，中部地区10度到21度，南部地区10度到23度，东部地区13度到20度。华东地区7度到16度，接落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台湾是出产乌多摆的大国，新型的设计是800款，不过独独手工的，就是搁较迷人。手工车上吸引人的所在，就是这台车全世界敢若我有你无。